身段还真是不错呀，简直就是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呀。说谁呢？你是？你看我像谁啊？在皇后宫里没见过你，你可是张鹏鹏的表小姐张玲玲。那位才是我们小姐，张玲玲。从没有人曾告诉糟友们，你家小姐貌美如花，性情温和，像一朵芳容，可是她还没你漂亮呢。原来你们都见面了，姐姐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张玲玲。啊，你是张玲玲？正是张陵将军的长女张玲玲。你刚才只是跟公子开了个小小的玩笑。姐姐，我想死。杨言啊杨言，你也有今天啊！不想活了，你等会儿啊！别让我活了，我的名誉呀！滚！怎么样？觉得我们玲玲还行吗？当然100个满意啊！那就太好了。只是不知道人家姑娘的意向如何。放心吧，你们俩的事儿包我身上。过来，坐我旁边来。娘娘，哎，叫娘娘叫远了。姐姐，你叫我鹏鹏哥。鹏鹏姐。你看着叫吧。今天把你留下呀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你觉得杨言那小子怎么样啊？行了，姑娘一摆这个表情啊，我最清楚了。我就说嘛，就我们杨言这种小鲜肉高富帅，肯定是抢手货。鹏鹏姐先别急，杨言这个人看起来倒是不错，但若是要谈婚论嫁，还需要等些时日，慢慢观察。还要观察？那灵儿跟我说说，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啊？妹妹的要求其实并不高，只要饱读诗书，文武双全，身强力壮便好。哎呀，这姑娘的要求，杨言是一样都没占啊。姐姐说什么？我说你的要求啊，杨言全部都符合，就算他不符合，我也会尽量让他符合。你放心啊，我对男人的要求啊比你高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。哎，都摆好了，马齐了啊！哎，是。到这儿。大白天你就使这招啊？习惯了。你找我来什么事儿啊？我跟玲玲聊过了。聊过了。给你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。要求？哎，这是干嘛用的？这是给你的见面礼啊。这是书籍，那个是砖头。这砖头不会是用来拍我的吧？我们玲玲说了，就喜欢那种身强力壮、饱读诗书的男人。你除了会耍嘴皮子，你还会干什么呀？别说我没帮你啊，把这些都给我搬回去，好好练习吧。我练？那我练。让我自己用手搬回去。想不想娶媳妇儿你自己看着办。7天之后来我宫里找我，我要对你进行抽查。
娘娘，这榴莲这么臭，你怎么下得去口啊？来这个，吃一块，吃一块。看样子你是准备好了。姐姐，这里怎么充满着一股屎的味道？姐姐，让你吃屎！没文化，没文化！我吃的哪是屎？这个东西叫榴莲，这是我特意托朋友从马来西亚运过来的，高级货，赏你一口。姐姐，我才不和你们同流合污呢，我绝不吃屎。哼，我准备好了，这桶对我来说也太小儿科了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娘娘，娘娘！哎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女神姐姐，我这只手还空着呢，还能再扛起一人。姐姐，要不你也来试一试？行了，明天带你。